这人生路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，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你爱，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我们要来进入罗马书第18天的共读。今天早上我们要请张端龙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清晨，让我们聚集在这里，一起圣经共读。透过陈牧师的带领，使我们更明白圣经的道理。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、耳朵和心门，来领受神的话语的教导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阿们，谢谢。罗马书提到神在罪恶上的公义，在称义上的公义，在成圣上的公义。那在基督徒的成圣呢，在罗马书第6章，让我们知道基督徒就是对罪已经死了的人，就不继续活在罪中。基督徒是受洗归入基督，就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，与基督同埋葬，能够有新生的样式，并且在死的上面与基督合一，也会在复活上面与基督来合一。所以基督徒成圣的过程是因信称圣，因信成圣哦。那因信成圣就是进入因信称义的恩典当中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或行为，而受洗是归入死，基督的埋葬，和他一同复活，并且献上自己，向罪是死的，向神是活的。而成义就是做顺服的奴仆，而成为义的奴仆就是从肢体到身体到整体都是献给神，做神的奴仆，就能够成圣，是不断结出义的果子，成为圣洁的器皿，也是分别为圣，而最后的结局是得着永生哦。所以在罗马书的第6章，保罗带领我们看到因信称义，下一个阶段就是因信成圣。因信成圣是一条漫长的路，但是是一条通往永恒的道路。那在昨天我们提到基督徒要对罪的习性要不仅是对罪的律是死，对罪的习性也是死的。虽然从前做罪的奴隶，但因心里顺服这些教导的典范，就是这些基要的真理和福音，就能够从罪里得释放，成为义的奴仆。而如今我们从罪里得释放，就成为上帝的奴仆，能够结出果子，以至于成圣。那结局就是永生。6章22节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哦。所以这个永生不仅是神所赐，也是人所要相信并且要活出的一条道路。所以不是只有相信就够了，相信还有信心，也要有行为哦。那今天进入第7章是在成圣上的公义的第2个分段，就是基督徒对律法的关系。基督徒对律法关系，就是有对律法死而对神活的一种地位啊。那基督徒他的不仅是他的生命不一样，他的地位也不同。那今天只有短短的6节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提出一些开创革命性的看法，特别是在基督信仰上面。那他定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根基，甚至在4福音书当中都没有耶稣的比喻、耶稣的教导没有像保罗以这样论述的方式
那保罗提出的看法就是，我们不在律法以下，是在恩典以下，罪就不能再成为我们的王，成为我们的主。那在律法以下是受罪的统治，在恩典以下就是从罪当中得释放，也脱离律法的统治。所以讲完了罪，好，那保罗继续要讲律法。所以在恩典中不应该继续犯罪，好，是第6章的一个结论和主的一个小节。那保罗在第7章要来解决基督徒跟上帝所订立的这个摩西律法之间的问题，也要如何来脱离这个律法的统治，好，让人不是只有活在60分的律法以下，而是能够像恩典，好，能够像称义，像成圣，好，100分继续来前进。好，那么请端荣执事带我们来读第7章的第1节到第3节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都是懂律法的人，所以你们一定会明白我要说明的。法律对人的约束是人活着的时候才有效力。举例说，一个已婚的女人，只要丈夫活着，就在法律的约束之下，丈夫死了，她就不再受这种法律的限制。因此，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她要是跟别的男人同居，就要被当作淫妇。如果丈夫死了，她在法律上是一个自由的人，要是再跟别的男人结婚，并不算犯奸淫。以上。谢谢。那我们都听过一句话，说魔鬼藏在细节中。那这细节呢，就是在各样的法律条文啊。那在罗马书第2章，那保罗已经提过律法，在律法之外犯罪，或是将在律法之外灭亡。那在律法之内犯罪，要接受律法的审判。所以在律法，我们在罗马书第2章可以大概看到，它包括摩西犹太人的律法，也包括希腊的哲学，甚至是罗马的法律啊。所以一开始保罗提到说，你们都是懂法律的人，因为你们是罗马城里面的信徒。那在罗马帝国的中心当中，好，那这罗马的法律呢，是最彻底执行的地方，好，那才能够贯彻到整个罗马帝国当中。那保罗对这一群熟悉不仅是罗马的法律，甚至呢对旧约的律法好也熟悉的人来说，律法只有人还活着的时候才对人有管辖权。好，那人死了呢，法律也没办法去追讨，法律也没办法去定，就算判了，但是也没有办法执行了。所以保罗在第1、2、3节这边举了用婚姻做例子，就是死亡使人脱离法律的管辖。好，所以保罗提到说，你们是懂法律的人，而就知道这个法律对人的约束是在活的时候才有效力。那保罗举了一个已婚的妇人，只要丈夫活着，就在婚姻法律的约束之下。但是丈夫若死了，这个妇人就不再受法律的限制。所以因此，当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她要是跟别的男人同居，就是犯了奸淫，就要被当作是淫妇。当丈夫死了，她在法律上是一个自由人，在跟别的男人结婚，并不是奸淫。那这个是大家法律上所允许的。保罗针对罗马犹太基督徒，让他们知道，不要再坚持让外邦基督徒来遵守摩西的律法。好，摩西的律法当中呢，允许男性休妻，在申命记24章有提到，但是呢，女性不能主动离婚的权利。倒是罗马律法就不同，罗马律法是男女双方都有离婚的权利，而且丈夫死亡之后，罗马律法规定妻子必须哀悼丈夫守寡12个月，否则就会失去亡夫给她的权益和财产了。所以这里的律法指的是摩西的律法，就是申命记对这个太太一方的约束。好，那保罗不是在这边去讨论摩西律法比较合理还是罗马律法比较合理，他要讨论的是这个律法的效力呢，是只有针对还活着的时候的人。那已经死了的人，好，那这个律法就没有办法产生效力。好，那接下来第4节到第6节就是讲到这样子的逻辑呢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脱离律法的统治啊。好，那再请端荣
执事带我们来读第4节到第6节。第4节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的情形也是这样，在法律上说，你们已经死了，因为你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现在你们是属于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，使我们能够好好地为上帝工作。第5节，当我们还照着人的本性生活时，摩西的律法激起了我们罪的欲念，在我们的肢体中发作，结果是死亡。第6节，但是现在法律已经不能约束我们，因为从管束我们的法律来说，我们已经死了。我们不再依照法律条文的旧方式，而是依照圣灵的新指示来侍奉上帝。以上。谢谢。那在3章20节，罗马书保罗有提到，凡血肉之躯，没有一个能因律法的行为而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要人认识罪律法是叫人知罪，是认识罪，但是律法不是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称义。那保罗提到说，弟兄姐妹，你们的情形跟刚才举到那个丈夫死了的妻子一样，在法律上我们是死了。为什么说我们是死的呢？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所以基督徒呢就不活在律法以下，不以律法的标准来生活。那为什么是死的呢？因为昨天第6章也提到，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那基督他已经埋葬了，已经死了，所以我们就跟着基督一同埋葬，那就是不再受到法律的辖制。现在你们是属于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，使我们能够好好地为上帝来工作。所以基督透过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耶稣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，那耶稣在律法上也死了，地位上也死，那所以我们跟着基督一样，同死同埋葬。那基督徒脱离律法，就可以自由归属于耶稣，而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，来为上帝结果子。所以我们的身体死了，我们已经死了，死了的意思就是已经送到死的地方，或是已经消灭。所以律法不能再控告信耶稣或是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人，因为律法只能够控告这些没有办法从律法里面逃脱的人，但是耶稣他已经死了，所以我们跟着耶稣一同能够从那个律法的控告当中。那不是说律法都不好，只是律法呢让我们的这套标准呢，让我们没有办法来称义，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有正确的关系。那律法我们跟耶稣他能够相信耶稣的复活，而我们能够跟着他一起脱离律法的辖制，是因为我们能够好好的为上帝来工作，那也就是我们能够来结果子给神那和本说让我们能够结果子给神，所以我们能够产出果实。那现在这种译本是说好好的为上帝工作。所以脱离律法的目的就是不是只有结出律法的果子，因为律法的果子只能够让我们看到60分的果子，但是我们好好的结果子，就是真的能够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实给神。那耶稣用死亡，用他自己的生命，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偿还罪的代价，罪的代价就是死，所以我们不再欠律法的债，我们可以得自由。那自由我们当然就可以自由的选择归属于耶稣。那第6章保罗也提到说，我们既然得自由，不再重新回去当作奴仆就不是再回去活在罪的当中不行，而是我们要来归属耶稣。所以死亡脱离律法约束的关键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的死。那相信耶稣的死，就是我们跟他一样不在这个律法的控告当中，然后要相信耶稣的活。所以第5节，当我们还照着人的本性生活，摩西的法律激起我们罪的欲念，
所以律法好，如果你不说不可吃、不可摸、不可藏，好，那么就不会去想到那些不可的事情。但是因为律法一直告诉我们不可以怎样，不可以怎样，不可以怎样，以至于这些欲念呢，好像变成暗地的、背后的，或是潜意识的在提醒我们，在我们的肢体中发作。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经过死亡才能够结出为上帝结果实呢？因为以前我们是为死亡在结果实，结出死亡的果实。这些死亡的果实哪里来？都是律法好告诉我们。以前当我们在属肉体的时候，被律法唤起恶欲，在我们肢体当中为死亡结出果实。我们的肉体不是生下来就有罪，而是被罪所辖制。所以耶稣要我们回转向小孩子，因为在天国都是像孩子一样纯净的人，那没有分别善恶。但是当着因着我们分别的善恶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们越知道那个恶的力量多大，所以才会明天我们会得到说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因为最后我们看到善是那么样的好，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做到，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人被限制。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肉身，是人的本性。那保罗在罗马书保罗书信提到的肉体呢，有不同的意义。那肉体也讲到了，譬如说普通的身体在2章28节，或是人肉身的后裔和关系1章3节，或是指全人类3章20节，也有讲到人的本性，而且是指到人本性的软弱那个肉体6章19节，也讲到肉体是基督的人性，在第8章3节，还有基督徒里面的旧的性情7章18节，还有未重生的人性，未重生的旧生活的模式，这在8章4到5节。加拉太书5章24节，肉体也代表着是情欲和圣灵的征战。那一般来说，肉体呢，就是指我们在亚当里的人性已经被罪所腐化。好，那这也是在第5章保罗讲完亚伯拉罕之后，接着讲到亚当跟基督，都是第一个人。但是呢，亚当的后裔所留下来就是这个人性当中。那当这个罪呢，律法而产生的罪的欲望，罪的欲望呢是一种恶的欲望。这种恶的欲望呢，就是罪它期待我们发生的，那果然就发生。所以从蛇在伊甸园里面引诱夏娃的时候，蛇的目的是什么？蛇的目的就是要夏娃不要去引诱。一个是引诱亚当，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背叛神，背叛上帝。所以罪呢也有它的欲望，就是来引诱人，叫人受试探，进入试探当中。还有就是让人在试探里面呢，就陷进去了，然后就出不来，然后就背叛，就远离神。当这些恶欲呢，在我们的肢体当中来发动，发动就是指发挥作用。或是在我们的身上有效的时候呢，而且它是一个不完成式，就是继续发动，继续发挥作用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被算为义，就只能够被算为罪。所以保罗在解析为什么我们一直会犯罪，其实一方面跟律法有关，所以我们要先知道律法是叫人知罪，还有律法呢不能使人成圣，不能使人成义。而且呢，我们要怎么样脱离律法，就是要借着基督的死啊。所以第6节是这一段的一个结论。但是现在法律已经不能拘束我们，因为从管束我们的法律来说，我们已经死了。为什么死了？是跟基督死，所以我们跟基督死，一同埋葬。我们相信就做基督的后裔，不是亚当的后裔。亚当也死了，但是亚当的罪呢仍然在，并且没有得到救赎，没有得到赦免，没有得到洗净。但是基督死了，是基督他用无罪的身份为罪人来死，所以我们接受基督的死，跟接受基督为我们的赦罪，我们就不再依照法律条文的旧方式。好，那这里提到是按照圣灵的新样，按照圣灵的新样，新的指示。那所以我们如今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，脱离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上帝是照着心灵的新样。好，那这里是指圣灵，好的，圣灵也指灵啊，好，那也指心灵。好，那不是按照这个律法上面字句遗文的旧样。好，所以这个
如今捆绑我们的那个捆绑呢，律法就是阻碍着我们，压制着我们，好，叫我们好一直用法律在定我们，好，这个几点上班，好，然后几点休息，好，然后要做什么工作，好，然后要做什么事情，哇，就好是法利赛人，好，通通都是法，好，所以在犹太人后来也发展了。也发展这个塔勒木好的这个律法呢，有600多条，好，这600多条呢，都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准则，不可以吃，不可以摸，不可以尝。那我们在律法下呢，我们就不能服侍，好，那这个服侍之前有提到，好，这个服侍就是跟奉献也是一样，好，就是在谁的底下，好，那他就成为也像是一个奴隶，像是一个侍奉。好，那按照圣灵的指示，好，或是心灵，好，那旧的和本是按照心灵，好，和本修订版改成圣灵，现在中译本好继续用圣灵，好，所以如果我们是读和本，好，那这里就是只有写到心灵，好，那从上下文来看呢是圣灵，好，所以和本的翻译呢那时候只有把它按照在心灵，好，其实是指圣灵，好，那这圣灵从第2章的时候，保罗就已经好。指示我们好，这个第2章的29节，好，内心做犹太人才是真犹太人，真割礼是心里，是在乎圣灵，不在乎遗文啊。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是从神来的，所以一直连贯好到第7章，好，那到了第8章呢，好，保罗就把圣灵的新生活好结合起来。所以就是因信称义，因信成圣，因信成圣是借着圣灵的帮助，我们才能够因信得荣。那不是在法律条文的旧方式，就不是遗文的旧样。遗文指的就是字句，就是指这些字还是这些句子，就是旧约的条文。所以新约的信徒也会用圣灵的方式来服侍上帝，而不是用字句法规的旧方式。所以到了12章更清楚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献给神。我们有时候也会想要陷入用法规的规范来规范信仰所有的层面，就是规定基督徒应该要每个月奉献，应该要每天的灵修，来强制基督徒每天要做什么事情，这些都是用法规的方式。但是我们不是按照法规，是按照圣灵，好，所以教会的管理也要有法规，我们有教会法规这么厚一本，好，但是这些法规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好，但是法规只是避免我们出错，避免我们出篓子，好，避免我们开天窗，好，但是法规呢不能够帮助我们的信心成为100分，好，法规只是一个帮助我们，好，所以在法规以下服事呢，好，那常常我们看到。在开会的时候会用法律法规条文教会规矩，好，然后呢互相的指责，好，这些都不能够帮助人成圣，因为它本身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错的，但是要让教会能够侍奉，好，能够完整完全，就是需要借着圣灵。所以律法是一个神对子民圣洁的要求，也像是一个婚约，好，婚姻的约束。所以律法当中的10诫，好，这10诫呢就囊括了一切。好，但是耶稣呢，也把这些的诫命呢浓缩成2条，第一个就是要爱神，第二个就是要爱人。因为律法呢都是负面的，不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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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耶稣直接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，好，这是律法的总纲，好，就是爱人，好，就是要爱神。好，然后到了第7章，马太福音第7章，好，这一切就是律法的总纲，就是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。好，所以律法呢，耶稣给律法一个正面的意义，就是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生活。好，那其实在申命记6章5节，好，就已经有定义。好，只是呢，人都围着律法在看的时候呢，就是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好，利未记19章18节就是这2条。好，申命记6章5节，利未记19章18节，好，要爱神。然后呢，要爱人如己，所以耶稣就直接把这2个当作是律法的总纲。但是律法是人若要靠着肉体是没有办法来遵行的。所以明天我们第7章后半段会继续读到这个肉体的交战，跟圣灵的交战。圣灵要带领我们用一个新的方式来服侍，可是肉体呢，罪呢，私欲呢，却一直在掌控我们的生命。让我们没有办法突破，而且害怕突破，我们就一直牢牢的守着这个律法，不能够去突破这个律
律法呢，就像是一只驴子身上的一个重担，好，那紧紧的捆绑在这驴子的身上，叫做律法之下。但是呢，在耶稣来呢，就是我们把这个重担卸下，好，让我们不再背负这样的重担，就是在恩典的底下。那守律法的人呢，就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背负这个重担，遵守这样的律法。但是耶稣来是借着基督圣灵的帮助，让我们能够成全律法，满足律法上的公义。我们耶稣借着他的死满足律法上的要求和公义，而圣灵的帮助呢，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让我们不再是奴仆的灵，而是儿子的灵，做上帝的儿子儿女。好，那我们就能够活在恩典当中。所以这样的信仰呢，就是充满着平安，充满着喜乐，知道我们是上帝所爱的，而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。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如何从律法转到恩典，那就是要先死啊，好，透过死，好，那这个律法压在这个死掉的驴子上面，好，也没有用了，好，所以这个律法也没有办法再移动，也没有办法再产生效力。所以保罗说，好，在今天读到经文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事主，要按着圣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好，所以当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明白这一刻，要先相信接受跟基督同死这件事情，我们才能够从律法的重担下面得到解脱。好，那如果是按着遗文的旧样呢？好，那就是继续的背负，继续的背负。好，但是要记得，我们不是把所有的旧约都丢弃，不是把所有的律法都丢弃，而是要去明白，要能够去了解。好，圣灵的新样呢，就是接受上帝的恩典，好，他把这个律法为我们挪开，好，那我们按着圣灵的新样，好，知道这个律法是上帝所给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好，是管教我们的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被管教，好，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被管教的目的是要成长，好，是要竭力长大，不再做婴孩，好，不再是喝奶，好，是要吃干粮，是要能够分辨。那圣灵的帮助，让我们能够在里面能够重新得力，能够活出神的诫命，好，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啊！好，所以是要更完全，不是只有追求那个60分。好，今天这段的经文，好，短短的6节，但是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，好，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从律法里面得释放，好的一个重要的关键，好，进入到恩典当中。好，所以再整理一下，今天提到律法约束人是在他活着的时候，那活着是他的罪性还活着的时候。好，但是呢，借着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对律法也是死了，因为我们的罪性也死了，那我们的灵性才能够活过来，使我们的灵性呢归于另外一位，就是耶稣基督，那一位就是归于从死人中复活的，是我们结果子给上帝啊。好，所以这个罪性和灵性呢，好，是罗马书第7章好上半段虽然没有提，好，但是在下半段呢，甚至到了第8章好就会清楚的看见，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就从律法中解脱。使我们能够服事主，要按着圣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好，盼望我们能够好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能够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，能够借着圣灵的带领，让我们的服事呢，不是带着害怕、恐惧啊！我今天如果没有参加聚会，我今天没有来奉献，我今天没有来敬拜，我今天没有做什么，哇，我就犯罪，那就是每天都在犯罪。但是借着圣灵的帮助呢，我们就会感谢神，现在就是上帝的恩典，基督为我而活，借着圣灵的帮助，我们知道就是如何的讨神的喜悦，做什么事情是上帝所喜悦的，我们就不会带着害怕的心去做每一件事情。所以盼望求圣灵的帮助，好，让我们能够活出圣灵的新样、新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知道我们背负的重担是何等的辛苦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像是活在律法底下，没有人爱，好像没有人爱，好像没有人帮助，好像没有人来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安慰。我们总是靠着自己的努力，靠着自己觉得自己很努力，然后并且觉得自己很认真，但是总是没有得到上帝的肯定。主啊，这一切都不是你要给我们的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能够再一次的好好来思想，也能够再次好好的来看见上帝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，不是成为一个奴隶，不是成为一个背负重担的驴子，而是要我们能够做上帝的儿女。我们不是那个大儿子，一天到晚在父亲的旁边然后心里面在埋怨，也不是成为小儿子在那边挥霍放纵，而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悔改的浪子，能够明白跟神正确的关系能够享受每一天在神里面的恩典和赐福，让我们所做的、所说的、所活出来的，都是在你的恩典当中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圣灵帮助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平安，谢谢。谢牧师，感谢牧师，谢谢牧师平安，牧师，谢谢牧师，谢谢牧师。谢谢老师。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